曼城嘅香港人早晨，歡迎收聽12月19號星期五嘅曼城早報。終於到星期五啦，聖誕氣氛越嚟越濃厚，大家撐多陣就放假啦。提早同你講聲，下星期我會喺外地過聖誕，不過放心，曼城早報都會照常出現。今集曼城早報會同你講，大曼徹斯特警察查家居工作造假，有6名警察已經離職或者被解僱，合共28人受紀律調查。Wigan 清晨住宅大火，父女3人窗邊求救，鄰居架梯救人，一家奇蹟生還。Trafford Park 一名63歲男子離世，警方呼籲尋找居住 Warrington 嘅親屬。曼城男子度假期間被酒店職員撞傷膝頭，需要手術治療，獲判賠18000英鎊。美國同英國失業率同步上升，年輕人受影響最深。失業壓力下，幽靈職位問題浮面。英倫銀行聖誕減息，利率下調到3.75厘。TikTok 簽署協議分拆美國業務，設新公司由美資主導。美國民主黨再公布一批愛潑斯坦嘅相片，涉及名人、護照同埋私人島嶼圖則，引發爭議。我哋開始之前，先講講今日嘅天氣。今日曼城天氣大致多雲，間中有陽光，整體算係乾爽。日間最高氣溫大約10度，清晨最低約5至6度，早晚感覺偏涼。早上6點至9點氣溫由6度升到7度，雲量較多，落雨機會低於10%。中午到下午氣溫逐步升到9至10度，間中見到陽光，落雨機會普遍低於5%。風勢方面，全日吹微風，體感溫度略低，出街建議着多件外套。大曼徹斯特警局表示，因應一項內部調查，已經有6名警隊職員因居家工作期間造假而離職或者被解僱。今次行動由大曼徹斯特警察反貪污調查組主導，針對所謂嘅掛鍵盤即係 key jamming 行為展開調查。所謂掛鍵盤 key jamming 係指員工將物件放喺電腦嘅鍵盤上面，令系統顯示仍然在線，實際上係冇工作。警方表示，目前共有28人正接受正式紀律調查，包括警員、文職人員同埋合約員工。紀律聆訊已經喺本星期展開，截至目前1人被即時解僱，另外5人喺聆訊前主動辭職。警方指出，其中1名員工被發現曠工多達84小時，其餘涉案人士亦分別有20至84小時涉嫌造假。警方相信涉案28人合共流失工作時數高達數以千計，涉事6人來自警隊內多個不同部門。警方表示，喺調查期間，所有涉案人員嘅居家工作權限已經被即時取消。同時，相關人員嘅直屬上司亦會被約談，並接受更嚴格嘅領導審視。大曼徹斯特警察表示，選擇公開今次行動係希望向內部發出清楚嘅訊息，警隊正持續打擊表現不佳同埋不誠實嘅行為，提升整體嘅效率同埋問責。警務處長 Sir Stephen Watson 就話，自2021年上任以來，警隊已經解僱咗156名未達標準嘅人員。佢強調，市民有權期望警隊維持最高誠信同專業水平。副警務處長 Terry Woods 就話，反貪污調查組嘅工作有助確保警隊唔會容忍極少數破壞公信力嘅人。佢指出，警隊會繼續主動出擊，清除不良文化同埋踢走不當行為。反貪污調查組嘅主管 Simon 就補充，警隊文化已經由被動接報轉為主動查冊，形容呢一個係值得自豪嘅轉變。警方話，由於涉事人員屬於文職而非警員，基於法規唔會公布佢哋嘅個人資料。大曼徹斯特其中一個鎮 Leigh 發生咗驚險嘅住宅火警，一名父親同2名女兒清晨喺火海中高聲呼救。好彩鄰居即時相救，成功逃出生天。事發係星期4嘅清晨大約6點鐘，地點係 Wigan 區嘅 Lexi Crescent 一棟半獨立屋。警方同埋消防接報後迅速到現場，但係當消防車到達嘅時候，屋內3名住客已經被鄰居救出。
現場圖片顯示，猛烈嘅火焰由屋後迅速蔓延到屋前，濃煙直衝半空，成條住宅街一度被煙霧籠罩。鄰居 Jody 就話，佢被窗外嘅尖叫聲驚醒，幾分鐘之內火勢已經完全吞噬整間屋。佢形容事發非常突然，一名住喺對面嘅鄰居見到父女三人被困，立即攞梯衝出街協助救人。其中一名女兒先由梯救出，另一名女兒就跳落嚟由其他鄰居接住，最後成功救出父親。當時母親已經外出返工，完全唔知屋企發生火警。消防處表示，2名少女同1名成年男子都冇受傷。消防人員隨後用咗大約8個鐘撲滅火勢同埋確保現場安全。火警過後，涉事住宅已經嚴重焚毀，牆身焦黑，窗戶爆裂，窗框融化，幾乎冇一樣嘢能夠保留。鄰居表示，呢個家庭係短短幾分鐘內失去幾乎所有嘅家當。事後，鄰居已經即時發起網上籌款，短時間內已經籌得近2000英鎊，協助一家4口喺聖誕節前重建生活。發起人形容，涉事家庭一直係街坊眼中最善良、最樂於助人嘅鄰居。今次輪到大家伸出援手。大曼徹斯特消防及救援服務表示，當日共派出3部消防車、高空雲梯同埋特別救援單位。消防員佩戴呼吸裝備，用水喉同埋梯具成功控制火勢。佢哋呼籲市民要定期檢查屋企入邊嘅火警警報器，確保逃生路線清晰，以防突發事故。大曼徹斯特警察發出呼籲，希望公眾協助尋找一名上個月喺 Trafford Park 離世男子嘅家屬。死者係 Kenneth Stanway， 來自 Chorley， 終年63歲。警方話 Kenneth Stanway 喺11月27號星期四 Trafford Park 一個工業園區內身亡。現時警方正係嘗試追查佢最近嘅親屬，以便進一步處理相關嘅事宜。警方指出 Kenneth Stanway 相信有1名兒子同埋1名女兒，可能係名叫 David 同埋 Sarah， 並居住喺 Warrington。警方補充，英國法律並冇 next of kin， 即係最近親屬嘅正式定義，一般理解為最接近嘅親人，可能包括伴侶、父母、子女或者兄弟姊妹。任何人士如果有 Kenneth Stanway 家屬資料，請聯絡 Police Coroner's Office， 電話係0161-856-9677。一名來自曼徹斯特嘅男子喺非洲度假期間被酒店員工從後撞膝頭，導致嚴重受傷並需要接受手術，最終獲判18000英鎊賠償。事主係 Ryan， 現年33歲，舊年1月同母親參加 TUI 套票假期，入住一間酒店叫做 Rio Turare。Ryan 表示自己喺泳池旁邊酒吧傾偈嘅時候，一名酒店娛樂團隊嘅成員突然從後用膝蓋撞向佢膝頭嘅位置。佢形容膝蓋即時啪一聲扭曲錯位，成個人好似一袋薯仔咁樣倒地。醫院檢查顯示佢韌帶撕裂，返到英國之後需要接受手術治療。Ryan 指出，事發後佢一度喺烈日下等候咗超過半個鐘，先有人揾到輪椅。當時現場冇急救人員，亦冇酒店職員提供協助。母親情緒極度崩潰，由於傷勢嚴重，佢被迫延遲回程航班，甚至需要喺返英航班上額外購買2個座位。更令佢不滿嘅係，酒店一度要求佢支付額外1萬嘅住宿費。最終喺家屬嘅強烈建議下，先至獲得豁免。Ryan 表示佢同涉事員工並唔相熟，亦唔存在所謂嘅打鬧或者玩笑。佢形容呢一件事係屬於一次毫無預兆嘅身體襲擊。Rio Hotels and Resorts 其後就事件道歉，佢形容涉事行為係員工錯誤判斷下嘅玩笑互動，並非蓄意傷害。酒店方面表示已經完成內部調查，亦已經同事主達成和解。代表 Ryan 嘅律師批評事件性質嚴重，認為事主由受傷到後續處理都受到不公平嘅對待。Ryan 就話，即使完成手術，膝蓋至今仍未完全康復，寒冷天氣嘅時候仍會感到疼痛。
佢亦指出呢件事對佢心理造成影響，目前需要每星期接受心理輔導。Rio Hotels and Resorts 強調，酒店一直重視住客安全，並承諾會加強管理同埋培訓，避免同類事件再次發生。最新就業數據顯示，美國同英國嘅勞動市場同時出現轉弱嘅跡象。先講美國方面，根據美國勞工統計局公布嘅數據，美國11月嘅失業率升到 4.6%， 創4年新高，高於9月嘅 4.4%。同時，全國新增職位只有64,000個，招聘嘅速度明顯放緩。分析指出，政府部門因早前聯邦政府停擺以及裁減公務員嘅措施，出現大幅裁員。私人企業就仍然有限嘅增長，醫療保健同埋建築業有新增職位，但係製造業、運輸同埋倉儲業就持續流失人手。專家形容美國嘅就業數據信號混雜，市場對經濟走向仍然分歧。而喺英國方面，情況同樣唔樂觀。英國國家統計局公布，截至10月嘅3個月，英國失業率升至 5.1%， 再創新高。其中年輕人受影響最嚴重，青年嘅失業率高達 16%。過去一年，英國受薪嘅僱員人數累計減少超過17萬人。英國國家統計局表示，企業招聘活動持續低迷，私人市場工資增長放緩，反映整個勞動市場正在降溫。經濟師指出，英國企業正係承受多重壓力，包括僱傭稅上調、最低工資大幅增加，以及對未來財政政策嘅不確定性。工黨政府就回應話，今年在職人口仍然增加，並承諾會加大投資，為年輕人提供學徒同埋工作體驗嘅機會。不過反對黨就批評，企業成本上升正係令僱主縮減招聘，求職者首當其衝。市場亦預期美國聯邦儲備局以及英倫銀行都密切關注就業數據，未來減息嘅空間可能進一步增加。失業率上升之際，一個被稱為幽靈職位嘅現象正係加劇求職者嘅困境。喺求職競爭加劇嘅同時，有研究發現，大量招聘廣告其實並不存在真正嘅空缺。所謂幽靈職位係指企業刊登招聘廣告，但實際上並冇即時甚至無意招聘人手。一項涵蓋美國、英國同埋德國嘅研究顯示，舊年網上刊登嘅職位之中，多達 22% 屬於無意招聘嘅職位。另一項英國研究更加指出，比例可能更加高達 34%。美國官方數據亦顯示，今年8月全國有720萬個職位空缺，但實際獲聘嘅人數只有510萬人。有美國科技業嘅求職者話，自己被裁員之後2個月內申請咗幾百份工作，最終發現部分職位根本唔存在。佢形容幽靈職位正係蠶食求職者嘅信心，甚至影響心理健康。有職涯顧問指出，企業刊登幽靈職位原因包括建立人才庫、營造公司擴張緊嘅假象，甚至搜集求職者嘅個人資料。專家警告，虛假招聘數據會扭曲政府對勞動市場嘅判斷，甚至影響政策嘅決定，亦令真正需要支援嘅求職者被忽視。目前，加拿大嘅安大略省已經率先立法，要求企業去說明招聘係咪真實進行，並規定部分企業必須回覆已面試嘅申請人。但係喺美國同埋英國，暫時仍然未有相關嘅法律規管幽靈職位或者係招聘失聯等問題。但係美國同埋英國暫時仍然未有相關法律規管幽靈職位或者係招聘失聯嘅問題。有英國求職者形容，長時間精心準備申請，卻完全收唔到回覆，會令人心灰意冷。專家建議，求職者應該盡量透過人脈，直接同公司內部人員接觸，並留意重複刊登長期未關閉嘅招聘廣告。英倫銀行宣布將基準利率下調至 3.75%， 係接近3年以來最低嘅水平。
今次減息由貨幣政策委員會以5票對4票驚險通過，屬於一次接近拉鋸嘅決定。英倫銀行行長 Andrew 成為關鍵嘅一票。有分析形容，行長今次減息屬於一個帶有聖誕氣氛嘅 Santa Cut， 目的係為持續低迷嘅經濟注入一點信心。佢表示，英國已經通過通脹高峰期，通脹率有望喺明年4月，而唔係原本預計嘅2027年回落到2%嘅目標水平。佢形容通脹回落速度比預期快，令人鼓舞，亦成為今次減息嘅重要基礎。不過佢同時強調，雖然利率方向仍然向下，但係未來每一次減息都會變得更加接近，更加困難。佢表示，貨幣政策委員會內部正係討論正常利率水平應該落喺邊，部分成員認為可能低至3%。市場普遍解讀，出年英國或者只會減息2次，減息部分將明顯放慢。英倫銀行同時警告，英國經濟目前仍然乏力，預測今個季度經濟出現零增長。儘管財政預算案不確定性已經消退，有唔少企業向英倫銀行反映，暫時仍然未見到投資或者消費反彈。反對黨保守黨黨魁柏丹拿就話，減息反映經濟仍然處於生命支援狀態，形容減息只係為經濟做心肺復甦。但係 Andrew 就回應話，預算案中控制通脹嘅措施有助英倫銀行更有信心減息。佢亦話，英國目前嘅儲蓄率異常偏高，特別係年長嘅儲戶對經濟前景信心不足，抑制消費。減息雖然會降低儲蓄回報，但同時有助鼓勵消費，為經濟帶來動力。Andrew 強調，並非批評市民儲蓄，而係反映信心對經濟行為嘅影響。不過分析認為，要真正重拾信心同節日氣氛，單靠一次聖誕減息可能仍然未夠。TikTok 嘅行政總裁周受資表示，公司已經正式簽署協議，將 TikTok 美國業務分拆，成立一間由美國投資者主導嘅新公司。周受資喺一份內部備忘錄入邊向員工表示，雖然交易未完成，但係今次嘅協議令 TikTok 距離確保喺美國長期營運更加近一步。根據協議，美國版嘅 TikTok 將會由一間全新嘅合資公司營運。當中50%嘅股份會由美國投資者為主嘅財團持有，投資者包括科技公司 Oracle、私募基金 Silver Lake 以及由阿聯酋支持嘅投資公司 MGX。另外，大約30%股份 ByteDance 即係由北京字節跳動科技有限公司現有嘅投資者關聯公司持有，而 ByteDance 本身就保留 19.9% 嘅股權。周受資表示 ，TikTok 同埋 ByteDance 已經同意交易條款，各方目標喺2026年1月22號之前完成交易。今次安排源於美國喺舊年通過嘅法例，要求 TikTok 必須同母公司字節跳動分拆，否則將會喺美國被禁止。美國總統特朗普早前多次延遲執行有關嘅法例，以爭取時間推動 TikTok 轉由美資控制。特朗普政府喺舊年9月話，已經同中國方面達成協議，容許 TikTok 美國業務轉交俾以美國投資者為主嘅財團。特朗普亦簽署行政命令，確認交易屬合資格嘅資產剝離，並暫緩禁令執行120日，令交易可以得以完成。根據法例，除非 ByteDance 向非中國投資者出售大約80%嘅美國資產，否則 TikTok 將會被全面禁止。根據白宮早前講法，新成立嘅美國公司將會以美國用戶數據重新訓練 TikTok 演算法，而 Oracle 將負責監管美國用戶嘅資料儲存。新公司亦將負責美國市場嘅內容審核。不過備忘錄顯示，由 ByteDance 控制嘅全球 TikTok 仍然會繼續負責電商、廣告同埋市場推廣嘅相關業務。交易仍然需要獲得中國政府批准，以及中美雙方相關監管機構同意。
雖然特朗普話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已經支持有關嘅安排，但係中方暫時未有正式確認。TikTok 就話暫時唔會就內部備忘錄作進一步評論。美國眾議院民主黨議員公開一批同已故性犯罪者 Jeffrey Epstein 有關嘅新相片，合共68張。民主黨表示相片嚟自 Epstein 嘅遺產，公佈目的係提升透明度。相片內容包括多名知名人物嘅合照，當中有 Bill Gates、語言學家兼社會評論人 Noam Chomsky 以及係前特朗普顧問 Steve Bannon。民主黨強調，任何出現喺相入邊嘅人，並唔代表佢涉及不當行為。相關人士亦曾經否認同 Epstein 嘅罪行有關。除咗名人相片之外，今次公佈嘅內容亦包括多本護照同埋身份文件，當中多數資料已經被遮蓋，涉及來自俄羅斯、烏克蘭、立陶宛等地嘅女性。相片中亦出現 Epstein 喺加勒比海私人島嶼 Great St. James 嘅發展圖則，顯示佢曾經計劃喺島上面興建多棟建築物。其中一張相顯示一段短信嘅截圖，內容包括 I will send you girls now 以及係 Maybe someone will be good for Jay。目前未知信息由邊個發出，接收者係邊個，亦唔清楚信息所指嘅 Jay 係邊個。所有相片都未附帶背景說明同埋時間脈絡。民主黨表示相片只係大約95,000張。Epstein 相關相片入面嘅代表性樣本。共和黨議員就批評民主黨選擇性公開相片並進行針對性嘅遮蓋，可能會造成誤導。需要留意嘅係，今次公佈嘅相片並唔屬於外界所稱嘅 Epstein 檔案。根據國會早前通過並由特朗普簽署嘅法令，美國司法部需要喺12月19號之前公開政府掌握嘅 Epstein 相關完整檔案。民主黨議員就話，今次相片公佈正正反映咗司法部仍然有大量資料未公開，並促請政府盡快全面披露。美國聯邦部門暫未就最新一批相片作出進一步回應。今日嘅曼城早報就嚟到呢一度，好多謝你每日早上花少少時間聽我講新聞，好開心可以陪住你開始新嘅一日。如果你覺得呢個節目幫到你，或者中意有人用廣東話為曼城嘅香港人報道英國新聞，記住 Like、Subscribe 同埋 Share 俾身邊嘅朋友。曼城早報會逢星期1到5都會更新，希望可以陪你嘆早餐、搭車返工返學，做你每日嘅曼城廣東話早晨節目。祝你今日工作順利，身體健康，心情愉快。我哋聽日再見啦，拜拜。